青少年對於推動社會持續發展至關重要，因此向佢哋推廣多元、平等、共融嘅理念，一直係平機會嘅工作。平等機會杯中學校際辯論比賽作為平機會舉辦嘅其中一個教育活動，讓青少年透過參與比賽喺思辨中探索同埋反思平等機會相關嘅議題，藉此摒除偏見、消除歧視，鼓勵佢哋喺個人、學校甚至係社會嘅層面積極實踐同埋推動平等、多元、共融嘅價值。平等意識作為一種價值觀教育，需要生活上長年累月嘅持續。因此，今日比賽雙方比較何者更重要，就要睇家庭定學校對學童建立價值觀時發揮更關鍵、更持久嘅影響力。我方贊成辯題，正所謂3歲定80，3歲開始，小朋友已經喺待人接物時模仿照顧者嘅態度同行為，建構自己價值觀。對呢個年紀嘅小朋友，最長時間接觸嘅對象係老師，係家長。平等意識不止空談理論，唔係背多越多法例就等於意識越高，而係實實在在咁應用出嚟。雖然學校有課程框架可以互動教學，但始終見到嘅對象相處時間有限，難以檢驗學童是否真正擁有平等意識。家庭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，有更多空間俾學童實踐所學。學校教育運用教材同情景塑造，先令學生察覺偏見，建立平等意識。反之，家庭教育嘅質素難以保證，會受到傳統觀念、宗教信仰、個人知識水平、家庭結構等等嘅因素，影響建立平等意識嘅成效。我方反對辯題，中小學嘅課程由教育界編定，受教育局嚴格規範，幫助學童確立認知。學校除咗喺課程加入平等知識之外，更加提供多元化嘅教學模式。學校充當住模擬社會嘅角色，人人都有機會競選學生會。學校環境有少數族裔同殘疾人士，相比之下，全球家庭少子化，但求父母、4大長老同埋屋企嗰4埲牆，點樣建設多元呢？家長係對住我哋好耐啊，但係我方一副都舉咗啊，家庭甚至乎有啲係連一日5分鐘嘅傾偈時間都冇，咁嘅情況下邊度教啊？係，所以今日有方台咧已經知道咗家庭影響力係比較大，今日有方有擔心時間，但係再問有方啦，今日學校教育緊有幾多時間可以教到佢哋呢？一年裏邊有幾多個月、幾多日子、幾多個鐘頭可以教到班細路仔平等機會意識呢？2025至26年平等機會杯中學校際辯論比賽總決賽。我哋今日正方係順德聯誼總會嘅李兆基中學，反方係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黃錦輝中學。今日反方得到嘅票數係5票，換言之，今日係由反方黃錦輝中小學得到冠軍嘅，恭喜晒咁多位辯論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係嚟自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嘅中文辯論隊。今場好榮幸可以嚟到平機會決賽台板上，為大家戰一場賽事。喺場比賽裏邊，其實對手雙方都係好勁嘅一支隊伍嚟㗎。我哋都好榮幸可以喺台上同大家切磋。雖然比賽結果我哋係攞咗亞軍，但係都相信喺過去咁多場賽事裏邊，我哋都學咗好多。都好榮幸今次可以攞到冠軍啦，因為咧我哋都係過5關斬6將先至嚟到呢一步嘅。除咗喺學校放學之後開會之外咧，我哋仲有返到屋企之後咧都會視訊去開會啦，每一日都好努力咁樣籌備呢一件事。